天气是小忽忽，今仔日早起11:51的时阵，金门熊熊失电，有4万外户受到影响，有7个民众掉伫电梯内面，加载是救出来。台电表示，讲是因为塔山电厂设备故障，下晡1:49的时阵已经恢复送电啦。另外，伫咧透中岛失电的，伫高雄有4个行政区，才开始停电9分钟，影响到2万外户。台电表示，讲是这外包商的工作人员去用到设备造成的，因也会检讨。 等一下，我确保你安全再出来，不然你要怕突然送。马上出来哦，跑出来，快点，快点！电梯门总算互消防人员拍开，掉伫内底民众归属区赶紧出来。金门采购中到11:51突然发生大停电，金湖镇、金城镇、金沙镇有7个人掉伫电梯内，好加在拢平安救出来。人有安怎无？无，就是内底无空气就对啊。受影响还阁有上义机场甲小三通水头码头。 大批旅客排队等咧过安检，海巡人员也赶紧协助。那海空运输受影响，外口的道路交通辅助也拢停止。红彩灯袂光，车辆拢驶较慢，都惊一个无注意发生事故。因为停电的时间活中到，天气烧热，无电通用的超商店员赶紧将门拍开，用开成会封锁的一个店家万碳行李被迫暂停。不能做生意啊，生意不好做，生意不能做不下去啊。刷卡机也没办法刷卡、啊。 民众一直喊正中岛天气烧热，佮拄到无电通用生活特殊待乱。即摆停电范围包括大金门、小金门，有40703户受影响。台电表示，是因为塔山电厂设备故障，经过紧急抢修，下到1:49已经全部复电。好像电厂配电厂有一个那个高压配电盘，一个 PT 跳脱这样子，造成的一个事故。 那里头出现跳电，本岛也有状况。高雄市凤山区、小港区、大寮区、坚定区伫中昼12:22传出停电，影响2万空248户。伫12:31全部恢复供电。不过因为停电，原本伫百货公司想要耍游乐设施的民众也无法度耍。他们已经坐在上面，然后但是因为停电，他们就被叫下来。对，所以你们也没有玩。对啊。 高雄供电区营运处向民众回释咧表示，因为生产商换设备的时接线无好，造成逼压器保护电液跳脱，会深切检讨，要求强化人员风险管控能力，来避免类似的事故发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